仔 A.O. 入邊係玩敲擊樂嘅，咁啊我都係中學嘅時候就因為有啲管弦樂團啊嗰啲咁樣就開始接觸咗敲擊樂啦。至於點解係 A.O. 咧，就係有一次機緣巧合啦，咁啊 A.O. 同 C AllStar 有一個合作咁樣啦，咁我都係由嗰個音樂會開始，咁啊係直到而家啦。梗係蒙着咗雪愛你啦！嗱，呢首歌咧，因為其實佢當初寫嘅概念都係希望同醫護人員打氣，即係希望大家就算戴咗口罩有屏障之間都好啦，都可以將愛去宣揚咁樣啦。咁所以嗰下就覺得get 到一啲力量。因為我自己其實喺醫院做咧，我係做多一啲添嘅，即係大家成日講嘅咩傳染病科隊啊嗰啲咁樣啦。姜濤你好啊，我咧會買我哋今次演唱會嘅飛咧擺喺前台，希望你會嚟睇啦。